Hello，今日教大家點樣可以啟動你哋嘅手串，因為咧有好多朋友仔咧買咗手串翻去之後咧都覺得好似仲未幫到自己喎，啲功能好似未咁勁喎咁啊。咁今日就教大家一招點樣可以啟動你嘅手串，幫你完成願望咧。做連結咧分開兩個步驟啦。首先第一個步驟咧必須要同手串咧做翻一個淨化嘅。咁淨化大家知啦，用白水晶。第二啦，用可能鼠尾草四木嘅煙熏啦。第三就用音頻啦，即係我哋嘅音抄或者係用頌缽嘅聲音做淨化都 OK 嘅。咁第二點樣去做啟動咧？首先你要預備15至到30分鐘嘅時間，係啦，佢一個咧你覺得最舒服嘅地方嘅環境，可以沖涼啦，預備一啲啦係好聽嘅純音樂啦，或者係點咗一啲香薰啦，令到自己去進入一個咧係好 relax 嘅狀態。咁我建議咧，大家咧係坐低先至做啟動嘅。咁你坐得舒舒服服，總之記住唔好俾人騷擾到你就 OK 啦。坐低咗之後咧，將條超七咧放喺你嘅左手嘅手掌心上面，係啦，放喺大概自己肚臍位呢個位啦，比較舒服少少，唔需要抬到咁高嘅，低少少。然之後咧，右手手掌心咧放喺上面眉喺呢個位置，係啦，跟住咧合埋雙眼啦，聽下啲純嘅音樂啦，聞一聞啲你中意嘅香薰味道啦，跟住咧留意自己呼吸，一呼一吸，一呼一吸，唔好諗咁多其他嘅嘢。咁同一時間咧，可以 feel 下咧水晶手串咧喺你嘅手掌心上面嘅感覺係乜嘢啦？會唔會感覺到熱熱地啊、吉吉地嘅情況咧？如果咧開始 feel 到咧自己靜落嚟啦，開始可以同水晶做一個連結啦，咁話俾你嘅水晶手串你有啲咩嘅想法或者有啲咩嘅願望，希望佢會幫到你嘅。例如今日我買咗超七 BB 翻屋企，超七，我希望咧嚟緊我嘅事業啦，可以啦越做越好啦。希望我每日出到街嘅時候咧，都係遇到好人好事，每日都開開心心嘅。希望你會幫到我咁啊！做完呢一樣嘢之後咧，咁你就可以再靜落嚟咧，咁就係完成咗呢個啟動儀式啦。咁之後記得啦，每一日咧帶完佢翻屋企嘅時候都要做翻個消磁淨化嘅。咁如果你屋企咧有好多手串啦，都未做啟動嘅話咧，不妨試下用呢個方法，每一條咧都做一次你嘅啟動儀式啦。咁樣咧唔明嘅話，繼續 PM 我哋啦，拜拜。